過去3個月，祖孫們一齊參加祖孫連線跨代溝通計劃，認識屬於你哋嘅5種愛的語言。今日即將嚟到計劃嘅尾聲，等我哋一齊回顧過去3個月嘅點滴啦。跨代連線日，多感官體驗活動。黑白菲林工作坊。創作跨代溝通歌曲工作坊。手寫小巴牌工作坊。愛的禮物人像噴畫工作坊。愛的語言層層疊工作坊。祖孫中秋花燈工作坊。希望大家喺呢度發掘彼此嘅優點同埋想法，揾到屬於你哋嘅愛的語言。